邁進新領域，聯繫教育未來。同學仔，香港係咪有火山呢？答案係有㗎。咁你哋有冇見過六角柱石啊？喺萬宜水庫，你哋就可以見到啦。大約喺1億4千萬年前咧，西貢咧係有一個超級火山嘅。佢咧就會喺好大量嘅噴發之後咧，噴咗好多嘅火山灰，形成咗岩石。咁跟住就變成咗今日大家喺糧船灣見到以至果洲群島一帶嘅六角柱石啦。點解會形成呢個六角柱石呢？因為當其時嘅火山灰咧又多又熱又大量，經過慢慢嘅冷卻之下咧，佢自然收縮，經過一個物理嘅現象情況之下咧，就會形成呢個六角柱嘅形狀啦。你哋見到嘅六角柱嘅面積咧，可以由1.2米至到3米左右，而佢嘅高度究竟有幾多咧？就唔係咁簡單，表面見到露出嚟嗰啲喎。其實連佢地下邊嘅咧，總共咧有成400米咁深啊！喺2022年，西貢糧船灣一帶嘅六角柱石，更被呢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被譽為世界最重要地質遺產之一。同學仔，考考你，火山爆發會為人類帶來災害，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會為人類帶嚟正面嘅一個嘅影響。咁你估下有啲咩正面嘅影響？包括佢會將地底嘅礦物帶到地球嘅表面，俾我哋去提取到好多唔同嘅礦石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嘅火山爆發會令到周邊嘅地區嘅泥土會更加肥沃，令到好多農民會有更加豐盛嘅一個嘅作物啦。